慢慢会，无所谓。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，无要无紧。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释义无所谓，无关紧要，形容人做事懒散、不用心，没什么责任感。例：我替伊烦恼甲要死，伊就是无要无紧。我替他烦恼的要死，他却漠不关心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